这个地方呢，那过去是我们台盐农田储运站的一个工作的空间。那我们当初在规划怎么去运用这一块狭长型的一个场域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在台盐公司离场之后，105年台大考古队进驻这个地方，来运用前方的这2栋的一个空间作为他们台大考古队的工作场所。那其实也正是开启了这个地方一种文化建设的一个契机哈。那你们看到的现在的屋架和木梁的部分，都是原本保留下来的块木的部分。那我们整个状况良好的木头的话，我们就是局部的修缮。那如果状况比较不好的话，我们会用相同的木料做防腐处理，以后做一个抽换的处理。所以现在的木架的形式和样式都是原本传统的，当初这栋房子修建出来的原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建成将近400年，每个时期都留下一些建筑与文化遗址，因此台南可说是台湾文化资产最多的城市。在台南龙前车站附近有一处园区，保留了台盐、台铁、台糖以及运送乌山头水库重机械的水铁，呈现台湾早期产业运转4铁共构的场景。这里在2016年起逐步修复，定名为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是一处由产业遗迹转变为新生的文资教育园区。台南市政府将这里作为文资教育推广基地，为西北地区注入强大的文化资产能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地方过去在日治时期及战后都是很重要的所谓的重要物资的一个转运站。那包括在100年前乌山头水库兴建的时候，透过铁路把重要的物资机具运送到这边的时候，那另外又搭了一条我们现所称的叫做水铁，也就是把这些重要的这些机械运到乌山头水库的工地去进行整个工程。那台盐他们很多盐还有台糖的糖也都运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再透过铁路的方式运送到各大城市去。所以过去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物资的转运站。那同时它也是整个嘉南大郡的水利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让民众来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台南的这些文化资产，同时也透过这边的展示沉浸式的剧场，那来了解说整个乌山头水库跟整个嘉南大郡的整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发展，成为台湾第一个以文化资产为主的教育园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12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解决南区的中华南路到台86线之间欠缺东西向道路，造成无方便，市府向营建署争取将近3亿的民兴路619项拓宽工程，在地方的期待之下，上午正式通车。伫民兴路619项通车典礼上，地方代表万丰宫特别设立这段社图，由市长黄伟哲担任主席，包括立委林俊宪等南区这个议员拢召到，共同祈求通车顺利平安，同时进行剪彩，场面相当热热。请剪彩。南市南区4至69至15道路工程正式通车。根据了解，这条民兴路619项原本只是4-5米的机行道路，开伫地方交通迫切的需求，希望拍通到永兴路，同时拓宽到15米。对此，干务局经过多次计划变更，向营建署争取补助，包括用地征收，总经费2亿9700多万，市库都要负担2亿外，12号终于正式通车。交通的事情是不能马虎的，在市府有限的资源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勉力为之，能够
带给民众行的便利。那我们先新拓宽之后的619巷也就是南区的469的道路，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边让周边的民众他们的行的便利，除了带来他们行的便利之外，让过往的民众他们的这个交通更顺畅，然后减少车祸的发生。这点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日最后，市长嘛伫地方信用中心万丰桥王爷起驾进行呼叫，一路祭拜，祈求道路平安。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为了避免厂商承办政府机关的招标案，在采购过程有任何无适当的压力干涉。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地检署合作办理宣导，邀集厂商的代表全拢座谈，并且听取业者的心声。这单会中，除了检察官以近期发生的重大公共工程事故以及厂商伫下标过程所遭受的困难为例，伊甲实地参与的厂商代表面对面沟通，希望协助厂商排除障碍，强调采纳是用钱学习。根据了解，这款透过行政甲司法的合作，对103年就开始。市长委托嘛亲自出席，表达重视。谢谢台南地检署他们能够对于这个公共工程的采购能够非常的关注，而且跟市府、跟地检署还有跟厂商大家一起合作，来杜绝这种不当的这个污染。一方面污染公务人员的官箴，一方面也影响公共工程的品质的这样的行为的发生。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其必要性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对违规有所警觉，让履约能够顺利。那公务员在依法行政的原则下，能够很大胆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那厂商在跟公务机关打交道，不必互相揣测，是不是让履约厂商能够在知道说，跟公务机关打交道不需要也不必要，然后行为才能做事。会中市府政风处嘛表示，不只是政府部门爱讲求诚信廉明，现在私人机构一旦组织愈大，相对嘛有需求，所以呼吁厂商一旦认为契约执行过程有无合理违失，拢会当向市府或者是台南地检署反映陈情。检举专线0628274229595802。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由台南市会主办庆祝县市合并10周年画图甲联亚比赛，经过评审成绩出炉，总共选出各组前3名甲佳组，总共有66位。由议长郭信良亲身颁奖表扬。为庆祝台南县市合并升格10周年，台南市议会伫去年12月举办10年有成台南共好的系列活动，并邀请全国的民众以系列活动为主题，举办画图甲摄影比赛。画图比赛分社会大专、国高中甲国小幼儿园，各组选出前3名甲佳组，总共56位。而摄影比赛取前3名加7名佳组，66位得主在1号上午伫议会1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那么多的展品，那么作品呢，做到所有台南市民的肯定。那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你们的作品呢，得到评审委员的认同，来获得这个奖项，这是你们的殊荣。信良家代表台南市委甲你奖励。议长霍信良表示，这届画图甲摄影比赛参赛者真多，其中也有不少是外县市的民众来参赛。得奖的作品嘛，将对今仔起到4月23，伫议会1楼大厅来展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橄榄球协会纪念橄榄球之父黄茂清百岁冥诞，10号伫台南市立橄榄球场举办队史甲第1届茂清杯南北友谊赛，邀请台北台南的橄榄球精英、以球会友，用行动来实践橄榄球团结合作的运动精神。为纪念台南市橄榄球之父黄茂清的百岁冥诞，由民间甲台南市橄榄球委员会
共同发起的对书，甲第一届茂亲杯南北友谊赛，10号伫个台南市立橄榄球场来举行，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拢亲自到场，并且为纪念碑来揭牌。感谢咱的黄茂清医师对着8年前，咱会使讲台南市会使讲全国第一支橄榄球队，而且维系了台南市的这个优良的橄榄球的传统。我想伫遮一方面纪念黄医师，一方面对着咱台南市的橄榄球的运动，咱用全力来支持来推动，希望重振。其实今摆已经足好啊，那希望再更上一层楼，把台南市的橄榄球运动推到另一个高峰。台南市橄榄球委员会表示，台南市第一粒橄榄球会用个讲是由黄茂清来带动，对1968年筹建专用的球场，民国59年市立橄榄球场完成启用。黄茂清带领台南市橄榄球35档，创下区运会橄榄球冠军16连霸的纪录。伫个第一届的茂清杯南北友谊赛当中，有民间来关进橄榄球员的训练室，将原本废弃的空间打造成重训室，并且由市长来揭牌启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由环保署补助，伫安南区甲新化建设2座都宜高速发架厂，由环保署长张子静甲市长黄伟哲共同主持启用典礼。未来将会当缩短都宜处理的时间，每个月大约会当处理1000吨。伫中央甲地方的支持，这2座高速厨余发酵厂总经费大约9200万，分别设伫安南区城西分化厂。甲新化都宜堆肥厂，2厂各有2台的发酵设备，平均每个月会用处理990吨的厨余。10号上午由环保署长、市长甲中央地方民意代表共同来主持启用。请启动台南市城西厨余高速发酵厂正式启用。像这个厨余厂，当初非洲猪瘟爆发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了哈。非洲猪瘟的这个在其他国家爆发的时候，我们一直要严守边境，所以然后特别指示，原来厨余有煮熟，原来厨余有来喂猪的，现在变成煮熟蒸热之后才能喂猪，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养猪户的这个意愿就降低一些，养猪户的意愿降低，我们的厨余就要去处理，原来处理的方式是要发酵60天，现在发酵10天，时程上就更有效率，那品质上这个发酵之后的不管做肥料这个品质上又更提高。那厨余量增加要处理的，怎么样让它有效处理，然后又可以变得有用？所以我想刚刚在局长跟市长也都提到了，我们因为这个设备把这个发酵的时间缩短，所以我们同样的土地，我们就可以处理好几倍的厨余。然后我们台南，因为我们堆肥也有小钙肥那有肥料的这个证，所以我们可以拿来当做肥料使用，所以这厨余就可以被有效的来使用。所以这个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南市能够在这个计划很顺利的执行。那么这个启用之后，它1个月可以增加1000吨的这个处理的量能。原本是要预防非洲猪瘟，避免都宜市底所增加出来的都宜的量。有了这2座高速厨余的发酵厂的设立，原本传统的厨余处理大约需要60天的时间，现在缩短为10天。加上环保署佮补助台南市53台各种的环保车辆佮机具，包括电动压缩的粪扫车、纸
抓豆机、青菇车、加厨余废液清运车等，总经费1亿8千多万，为环保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利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的公有新生入行，统一采取电脑化抽签，而且抽签的过程搁用网络直播。今年当时全面实施，偏远地区学生为第3优先，搁正式公有21班，总共537个名额，预估录取率会搁再提升。每一届公有招生期，不论是登记入行，或者是抽签方式，幼儿园现场的家长拢是客家满4个。为了减轻老师招生的工课以及现场家长的负担，台南市伫1-0学年度正式建立电脑线顶抽签作业，互家长免到现场等待，就当伫线顶直接查询录取的结果，不但方便、资讯嘛更加透明。我们用电脑的这个抽签那其实乐透也是用电脑抽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套系统应该不陌生。我们现场也会邀请社会公正人士邀请律师来全程来这个监督整个抽签的程序，务求平等务求公平，让家长都能够接受。当然最好了就是大家不要再争着打篮球，每个人一个球那大家就不用争了。但事实上，在现阶段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可能抽签可能是不得已的，也有其必要。台南市去年公有增班，总共增加14班，375个名额。今年再度增加21班，537个名额。市府表示，未来也会将持续增加落去。2020年的时候，就增加1027位，到今年2021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再增加光是公幼增加537，那非营利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增加。台南市1-0学年度公有抽签作业，规划伫4月29以及5月7日2天举行。家长会当事先到台南市公有新生入园管理系统查询，各园会当招收的名额并登记报名。后来伫登记入园抽签当天，观看直播实况，较晚就会当伫系统查询到录取的结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湾树地武庙因为看到照顾新疆甲着小朋友的护空巴士，伫个台南也是有欠缺，所以由该庙志工协会号召观景2台护空巴士，互社会局来运用，上午正式举办观景仪式。根据了解，台南市富康巴士109年总服务量达到527600多人，平均每个月爱服务23400多座。显示对市民，特别是新疆甲弱势朋友需求的重要性。所以，树地武庙伫1802年关过富康巴士以后，一摆是由该庙1807年所成立的志工协会，一下会员力量去捐出2台，总计256万。市长亲自到场接收，同时会送感谢状，由志工协会理事长刘金秀代表，场面相当温馨。台南市还是有相当多的民众，因为行动不方便，或者因为身障的问题，所以说导致他的生活圈很小、很窄，根本就足不出户。所以说，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出外，第一个融入社会，第二方面方便他们就医啦，或者是去洽公。所以呢，我们特别要展开富康巴士的服务，但是因为州少生多，需求量很大，那富康巴士有时候会不够。所以呢，很感谢我们4.5庙志工协会能够大家集众人之力来共同来发挥社会上的大爱，见证台南市是个有爱的城市，能够有这个富康巴士，我相信一定能够提供给需要帮助的市民朋友们更大的协助，这点我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的。树地武庙表示，这群志工协会成员拢是来自企业界甲医界人士，只要社会有需求，伊拢是义不容辞投入资源。参照这摆，就是要共同为新疆服务尽一份心力，营造台南无障碍友善的环境。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9度到27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
感谢你收看4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